继续来看云林虎尾有食毒的毒贩，趁大甲马了警，警察较无用，偷剪着路顶的电缆线要去卖。这个警方接到通报，报线抓人，移送法办。虎尾分局今年4月初，小说接到民众公诉报案，讲真侪路电火条的电线落互偷摕。大甲妈绕境期间，发现窃嫌在昨天又出来活动，摸黑去偷剪电线。现场查扣着真侪家私含84公斤重的电线、毛毒品、安非他命、食毒的工具。经过警察调查，这2个查甫人因为食毒钱无够开，就四界去偷剪电线来卖。那现场我们有查获，他们正在燃烧的电线的铜线经称重有84公斤。另外，为了提高大众的交通安全和防诈骗观念，云林县警友会虎尾办事处伫咧进前买10台 LED 的架，提供予虎尾分局伫大甲马群众进行活动时，会当进行犯罪预防、各有交通安全宣导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